老苏州的纯手工的现包现煮的汤团，大家都有吃过吗？我今天又出来代购了哦。他家的汤团呢很大的，不是你们想象中的超市里面买的那个冷冻的汤圆啊，完全不是一个品种啊。然后呢，他家的人特别的多，他家不是一天人多，是天天人都多的。边上这叔叔呢也在排队，我呢已经转了2圈了，还没有等到位置。这里面的人都是在等着找位置的啊。那么我现在等了10分钟才坐下来啊。大家好，我是苏州媳妇戴戴，我常年代购呢苏州正宗的特色美食，喜欢的朋友呢记得点赞关注。那么我们先看边上的阿姨呢，她也吃的汤团，我呢今天点了2个，每次2个就够了啊。大家看，第一个呢，这个圆的呢是鲜肉汤团，我比较推荐的，大家如果没吃过呢，一定要尝试。这个呢是萝卜丝的，那它还有个小揪揪呢，形状都不一样的啊。那么我先吃了一个萝卜丝的，那第一口咬下去，它已经看到馅料了，说明它的馅料还是特别足的啊。看这个皮看上去都已经很薄，而且它非常的糯啊，就是跟你超市里面吃到的汤圆完全是2个口感。那么第二个呢，我吃的是鲜肉的，鲜肉呢里面汁水呢非常的多，而且它不是你们想象中的吃到那种猪油的那种油腻感，完全不会，非常的鲜美啊。我每次来一定要吃他家的汤团的，就是特别的好吃，吃完了就超级满足的啊。喜欢的朋友呢一定要有机会尝试一下啊。那么我要赶紧吃完了要去窗口等他那个现包的汤团了，我要带走，我带回去要给他们冷冻。那我现在吃完了还没有包好呢，因为它都是现包的，所以呢就是它的口感上面是有保证的，而且比较新鲜的啊。喜欢的朋友呢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